喺冇幾遠嘅中央市場可以分為幾個部分，一邊賣生果同蔬菜，主要做街坊生意；另一邊就賣島上最出名嘅手信，例如冧酒同熱帶生果。整個地區嘅氛圍會隨住一日嘅時間慢慢轉變。到咗傍晚，餐廳嘅露天座位同酒吧會令呢條七彩繽紛嘅街道熱鬧起嚟。對面馬路係一棟棟現代化嘅高樓大廈，法蘭西堡嘅建築物喺不同風格嘅年代間取得平衡。喺2月嘅嘉年華，城市會煥然一新。呢個傳統源自歐洲中世紀，但馬丁尼克舉辦嘅嘉年華係加勒比同全美洲第一個。隨住奴隸制度嘅廢除，聖皮埃爾人發揮創意，為嘉年華注入前所未有嘅活力。呢份創意體現喺角色扮演、粗俗諷刺嘅歌曲，同埋以諷刺手法呈現大齋節前嘅各種事件上，反映出城市嘅社會同政治生活。懺悔星期二對多數慶祝節日嘅人嚟講係最興奮嘅一日，佢哋會着紅色同黑色衫，因為喺呢一日魔鬼會走到街上。呢個係釋放壓力嘅時候，可以盡情玩樂放鬆一下，氣氛好愉快，人人都好開心，個個都好歡樂，唔會緊張，所有人都可以參與，所以我先嚟呢度。之後嗰日係大齋首日，喺呢個哀悼嘅日子，象徵嘉年華嘅雅雅爾人偶會被焚燒。喺呢日，大家通常都會着黑白色。喺加勒比，代表哀悼嘅顏色係白色，而西方就係黑色。參加者會象徵式咁拎住刺果番荔枝葉，為參與者減輕痛苦。經過4日嘅節慶之後，慶典終於緩緩落幕。筋疲力盡嘅舞者同樂手可以休息，而街道亦再次變得平靜，直至下一年。我哋而家去島嘅北面，即係培雷火山嘅山坡。呢度係馬丁尼克最標誌性嘅風景之一。而家培雷火山被認為係睡火山，但仍然有可能爆發。馬丁尼克區域自然公園嘅核心地帶有各項保護措施。呢度設立咗3個完整生物保護區，確保山丘得以保存，並保障森林生態系統嘅演變不受干擾。破火山口一帶有小安地列斯群島超過1/3嘅本土特有物種。呢類地形往往會俾雲霧籠罩，而且容易出現強風同高濕度。火山嘅頂峰稱為西洛亞，海拔大約1395米，但好少可以見到佢嘅全貌。培雷火山每年降雨量高達1萬毫米，10米深嘅雨水令嗰度成為西印度群島最濕嘅地方之一。
最近嘅村莊係莫納魯，佢位於海拔450米，係島上最高嘅地方行政區。嗰度曾經係受聖皮埃爾富商歡迎嘅療養聖地，直至1902年被火山爆發夷為平地。幾個月後，莫納魯亦遭遇同樣命運。雖然得救聖母教堂嘅牆壁抵擋住火山碎屑雲，但係建築物仍然需要修復。周圍嘅土地肥沃，有多處水源，例如上弗洛爾泉水，島上每張餐台都會擺佢嘅樽裝水。去到島嘅北端，香蕉同甘蔗田成為主要嘅風景。近年甘蔗種植式微，尤其係因為連續乾旱。呢啲反覆出現嘅氣候現象，可能會危及馬丁尼克最出名嘅冧酒產業。喺羅什河同馬庫巴河之間，我哋發現咗 JM 蒸餾廠。佢前身係製糖廠，由1790年開始營業。自從1845年就開始生產冧酒。預先切割好嘅甘蔗由高原地帶運到呢度，準備榨汁。我哋會確保由切割甘蔗到榨汁唔超過1個鐘，以確保蔗汁新鮮，可以用作發酵，亦可以充分釋放香氣。由1945年發明蒸汽機以嚟，呢度嘅工業傳統就一直進步，所以生產線上可以見到唔同年代嘅機器並存。喺發酵嘅時候，我哋會加入烘焙酵母，以加快過程，將甘蔗汁轉變成甘蔗酒，即係發酵過嘅蔗汁，既有香氣又含有酒精。所以關鍵嘅步驟其實係發酵，而蒸餾可以提升同增加酒精同香氣嘅質素。呢度珍藏咗最受追捧嘅陳年冧酒。製作陳年冧酒，即係喺法國或者美國橡木桶陳化嘅白冧酒。酒桶嘅特性同木材嘅香氣，會賦予冧酒獨特嘅風味同色澤。自1996年起，馬丁尼克農業冧酒獲得 AOC 認證，即係原產地命名控制，意味住嚴格嘅監管，更象徵呢項歷史悠久、備受推崇嘅遺產具備卓越品質。離開馬庫巴，繼續向北，我哋到達大河鎮。公路喺呢條漁村中建。呢度以英勇嘅水手聞名，佢哋經常要面對洶湧海浪，去捕捉旗魚、吞拿魚同鯛魚。650 inhabitants. But contrary to its sinister nickname, on days like this, it seems an calm and enchanting place. 喺火山腳下嘅係聖皮埃爾，馬丁尼克昔日嘅經濟同文化首府，一直被稱為安地列斯群島嘅珍珠。呢度憑住製糖業同奴隸貿易累積財富，早喺19世紀末，當地居民已經用自來水同電力。喺1902年5月8號嘅朝早，因為培雷火山爆發，瞬間摧毀咗呢座城市。火山碎屑雲由火山湧落山坡，奪走咗28000人嘅生命，只有2名生還者，其中一個係囚犯。如今僅存嘅遺跡，例如劇院同城堡區，都成為咗俾人沉思嘅地方同露天博物館。喺南面幾公里以外嘅卡爾貝，
漁夫準備用圍網捕魚。呢種古老技術係將漁網拋落水面，再將魚圍捕。呢張叫做圍網嘅網會慢慢被拖返上黑沙灘。雖然漁夫喺水裏面努力拖網，但今晚仍然空手而回。不過至少佢哋仲可以欣賞到壯麗嘅日落。返到內陸，風聖但尼屹立喺卡爾貝山峰北面山坡，嗰度原本係聖皮埃爾嘅一個地區。雖然呢度嘅地形不利耕作，但每日都有農夫創造出少少嘅奇蹟。萊昂蒂斯格拉就係其中之一。佢提倡克里奧爾庭園，亦係呢度有機耕作嘅先驅。佢嘅農地順應地勢開墾，土壤品質極佳。佢根據季節同露出嘅土地情況種植各種時令蔬果。臨近中午，萊昂將今朝收成嘅農作物全部運出去。火山一直係人類最大嘅恐懼，但係人總係聚居喺火山腳下。火山被生命環繞，係一套完整嘅概念。我認為呢套概念係要令環境更加豐富，正正就係佢嘅力量所在。順集3位中將順利晉級。我覺得咧，你拿捏嗰個感情咧係好好。